天理了都两边没有了走，天理有变作是才给菜地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，两边走的太里的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轻轻踩踩走在前面都一大堆戏。天理的都两边没有了走，天理有变作是才给菜地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走的太里的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轻轻踩踩走在前面都一大堆戏。这样子明天是可以干嘛了？你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能是山上日夜温差比较大。乱讲！前2天问你也这样讲。你看你现在穿成这个样子，你根本就是生病了吧？可能是着凉而已吧。有那么冷吗？有啊。没有吧？很烫哎。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怎么可能？都已经这么烫了，怎么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？走了，我给你下伞。不要了，现在走的话，三老鼠就来了。都已经这种状况，你还管什么3老鼠？就算他真的来了，你能怎样？瞧不起我。我说真的，我不想看你倒下去。是，好不好？我听到声音了。啊，你已经有幻觉了。我不想去了。你哟。你现在讲他什么话？你有多少年没有带过小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要找所长。然后你现在请问有什么跟我事情说你要帮我带小姐，要几点？我跟你说不可能啊，跟我说也可以啊。你好，我是值班警员高尚伟。跟那个东西没有关系啦。他跟你讲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要找小杰，我们找不到她。小姐，你要讲话跟以前一模一样。小姐今天早上去台北。啊，她真的去了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今天早上她留了一张纸条给我，就说什么？他留字条给你。他离开之前去过你那。对啊，昨天晚上在我那边住了一个晚上，他早上就走了。那你跟他说了什么？说聊蛮多的，就讲一些去台北要注意的事情啊，然后他还提到很多他感兴趣的事情。
感兴趣的事。那你有跟他说台北有多危险吗？还好吧，小姐，走到哪里都危险啊。啊，台北交通是比较乱的。你是个警察哎，你怎么可以让一个未成年小孩离开这啊？他已经高中了。你是局外人，当然可以说这些风凉话啊。不用担心吧，小孩子去走一走，他想回来就回来了。那小姐有提到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不用问他，问他也没有用。我们走吧。哎，小姐，是吗？你如果很担心的话，你要不要留一些资料，然后我们有他的消息就马上通知你。钟文怡，找到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哦。好，谢谢你。那如果小姐有打电话给你的话，跟她讲说我在找她哈，谢谢哈。接啊！喂，幸福会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喂，谁受伤啊？喂，喂，我说，喂，喂，喂。所长，好像有打斗的声音。有蛇啦！刚差点咬到你耶！有打到你吗？滚！你是不是被咬到了？没有啦。你脸色看起来很差哎。滚！活不出去啊！苏总，要飞给到位，哪一种事唔对？来看是状况啊，你冇满意？苏总，演清后了就送山了。给你下张床面。苏总，你平常时老小姐惊妈妈，迄边无买联络。真少啦，如果有事情啊，我就先去打电话。鸟啊！无下无鸟的啦，你喺呢个想。应该较接条的老小姐甲妈妈讲较大会发的。多讲法，你老囝妈吼，就会有法共同无法，当离开，也较没有嘛该好讲。咱应该吃到安尼。小杰听说动艰苦，你用啥
上少记啊，学迄个呢。哎，你下困起来，比像盐水一样的。小姐夹到底度啊，真难做的。佢安样吼，无讲伊送吼，就走脱吼，就会唔错啦。天做会咸的啦，咸的高级吼，年纪都蜕变吼，就说连马该事情都可记，其实干伊个啊。你慢慢过去，马个，小姐啊，阮记做嘛去台北，我去台北做嘛。好搞呢？在都地方嘅生意呢，就好搞呢。搞定，就好快啊！是哦，见个吃到也拢快嘿，还没头分你。阿丽啊，阿姨来啊！哦，我去顺路啦。你请小姐呢？没啦，没。你要伫小姐唔见着？哦，头一堂阮伊良姊妹讲的啊，啊，搁说吼，上公要来摸一下手状，唔歹去讲来做对方方面嘛。哦，伊咧伫拄啊？伊模样的啦吼，你发脾气嘛？当然有啊，伊有打电话去台北，你像老小姐条妈妈讲爸讲咧问候关系。你来，礼拜拢安尼啦，你心爱是人吼。晚上请袂讲看哪生啦。错啦，啊小姐去台北了没？应该是啊，也治疗当风安尼讲。啊又讲伊要海多久？无。好啦，叫你去啦。你讲了海有老伊讲一个疤，也心情可能要考虑。好啦，那么有事才稍休息啦。还甲人讲哦，啊，等下伊台北做嘛个？哎，昨天中午就讲的哦。伊啊吼，安尼台北咧唱片公司指引，然啊吼，谈到伊记起带迄个欢喜，我说吼，请你观看那声，哎，我一定会出唱片呢。迄个你无人会讲啊？啊，伊根本伫遐，伊讲啊吼，就算伫个，唔茫要答伊。嘛该就唔讲，嘛唔伫咯。敢人见要伫个哈，啊见伫个吼，就好我来同伊讲，无搁欠的啦。好啦，尽量啦。我嘛搁尽量啊。啊，小姐脾气永远唔伫你，啊，好我来同伊讲啊吼，伊会疼啦。哎，你挨个脾气咧？你挨爸该时间，你用办妈挨啊？唔知嘛？那两个人啊相同啦。也是都无穷用的吧？啉茶啦，啉茶啦。哎，听讲你有事情无？无啊。有事情。跟你讲，我做嘛该无？滚！吃点东西。是不是？你至少吃一点，你有体力比较好。你都在冒冷汗了。是没有胃口，肚子好痛。你病了，我要打电话请所有资源。你要打给谁呀？你新来的？
你好像很不喜欢他哦。我没有不喜欢他。你虽然对他很不错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。我也用不着喜欢他，他不要替我们添麻烦就好。我不知道他来干嘛。来观光的，来玩，像个观光客一样。这句话比较贱。不过你不要小看这种人，老天爷最眷顾这种人，看太多了。先吃吧，命都没了，还什么命运之神、老天爷？真样嘛，我等到几时？啊，靠妈个贵嘅，哪有出到底下邊嘅？唉，真样嘛，等呀，冇嘅嘛，等。佢台搭帐篷，人家空樹坐喺度等你，你那帶去叫。啊，等到更年期嘛。對啊。哎呦，有玩用嘅，我同阿宋哥講一下嘛。知道。講嘛該講。慢打電話。我電阿宋哥來。喂。喂，師傅。你咪。出條上機人都一定下。出條都上嚟啲條前天天啊，啊，真係啊？係啊，我留去煮條頭啲啊，咩啊？冇電筒我。我啲啊。我電我。因為電一陣，嗰件嘢真係逢台屈來啊，咩啦？我俾你撒到咗去啊！俾你撒到啊，點樣用啊曬？我等嫌隻帳篷打到佢會唔知帶佢叫咧，日出條唔知阿松哥唔知宿舍嘅咩，咁樣你也會嘅。好啦，我嚟逐條看狀況啊，有乜嘅事情啊，我就聯絡，再你唔好講太久啊，係咪你等啊？我賺嘅錢很難賺到。我等來等啊，看看你等下嚟等啊。等暗鋪頭上看做啲歌戲嘛，看下演頭誒。周总，你看后边啊，哪料他这个9号公路入山口这片啊，有看到一腿茶，伊冲喺山路处诶。好诶，俺哋继续查下伊个，好。从那边来都还好吧？妈妈工作
作比较忙一点，所以事情比较多。做多久一次来着？6个多小时啊。那关山那个地方最近天气怎么样？差不多哦。正好我那个朋友最近刚从那边做一些生态的调查回来，好像还蛮好玩的。关于稻作的病虫害啦，跟那个区域的这个整个环境的相关联。小赵啊，你给我吃什么啊？你现在是不是在拉肚子？拉黑黑的东西出来？对啊，那就对啦，你的病快好了。什么东西呀？退烧了。这是我阿妈教给我下去草药，很有效。好一点。对啊，我不敢吃哎，硬撑。你不过拉一拉肚子有点饿。哎，我们都是这样。我去帮你拔山菜，山菜很好吃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喂，喂，小杰到了。哦，还好吗？还好啊，吃过饭，现在在看电视啊。他为什么到你那边去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他来台北是去唱片公司试音的，你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不知道哦？那你对小杰知道多少？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说你有多照顾他，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？没那么严重啊，他只是去台北试音而已。你不要这样宠他嘛，你这样宠他我很难教。他不用教吧？小杰很乖，只要你肯接受他。我要跟他讲话。小杰，你爸要跟你说话。喂，他不想跟你说话。哦，终于接电话了哦，林少茂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有没有状况？我差点被蛇咬。哦，真的假呀？有用的吗？某事了。哦，还好就好。我错了，我已经在山路上了，嘿嘿。你在山峰怎么干呢？我啊，就受重啊，怕你们会出状况啊，所以就派我上来了。对啊，县警局那边已经联络好了。哦，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会上来，所以我们等下会合。太低了。对，我刚刚在山路上有看到那个米奇老鼠的踪迹啊，所以我会先跟一段。哦，我们等着会合 ，OK？ 好了，好。要有保养啊，无保养。我跟你哎，什么？你干嘛改？啊？你干嘛改啊？合法头唔识这款，你来山顶讲啦，啊？哎，莫叫啊！哎，
哎，莫叫，等等，莫叫，这个，莫叫，安叫。莫叫，都是，这个来，这个，看放下，来，出来照相，你听到没有？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不要动！警察，手举高，举高！保安！啊！保安！像啊，屌嘞！某事情啊，做到遐214几个，若拄你甲我讲吼，你都较乖一点哦。若都是工作做完的吼，那就不用你都2走，对不？没问题，那就等做事做好了再不用你。啊，拿着，这啊，你这7条免锁的呢，是宽高哦。这个，跟上来，哦，安泰爷，懂掉哦。有，用油的还是哦，一群呢。掉，手打风一下呀。好，OK， 好。掉，一个人，安哥，这句话。哦，当然咯。我倒来喂。啊！压逼到！哦，跌了！哦，我没看到哦。你是安那啦？搁伫遐摇头角面。哦，连行棋也袂专心行，你啊看，啊，你是啥物代志啦？小杰，他上台北去，大概不回来。啊？不回来？我怎么知道？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想啥？怎么都不一样。无同款。袂啊，真好啊。他现在去台北，以后要去美国，再来欧洲，全世界跑得远远的。我看他是不会回来了。袂啦。那也不可能无回来。你嘛回来啊，我嘛回来啊。咱这幸福乡是因的故乡，因嘛是会回来啦。要是真的是这样就好。啊，你那个嘞？你讲雷军啊？哎呀，不是要出国留学？对啊。你不是在帮他准备？哎呀。他再来嘞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啊，有一天他就干脆留在国外不回来了？袂啦，雷军哪有可能啊呢？雷军巧巧啊，
无像恁小杰啦，我唔知啦，怎么会这样？换谁啊？我是温年杰，然后我是来自于。好，请进。想要自由的飞，飞过高涨的山脉，飞过蔚蓝海，飞过这一切。我想要离开。想要逃脱，我想要逃脱你的掌控，自由的飞，过高涨的山脉，飞过蔚蓝海，飞过这一切。你在看什么？看你有没有断手断脚。凶巴巴的，刚刚怎么还会被抓？要不是因为你啊，我早就把你打垮。对不起哦，都是因为我哦，要不然他们早就被你抓起来了哦。好，不跟你计较。嘴巴这么坏，我想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哦。对，干嘛这样子啊？我是为了救你才会受伤哎，干嘛这样讲？救我？对啊。那是你自己太逊吧？你看哦，刚来到这，一下被绑架，一下还把一个小孩诱拐去台北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过很多次，小杰去台北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他要去就让他去啊，有什么关系？他不去看一看台北长什么样子，你知道是不是跟他想象的不一样？大惊小怪，你讲都听不懂。我听不懂。本来就是啊。我就是太知道一个人对都市的憧憬会让他失去什么。失去什么？你不懂。我也待过台北，在那里，我不希望回想起在乡下的自己，甚至也害怕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。甚至到后来，我爸妈要我回来，我还坚持不肯。后来，我就有点失去他们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对不起。Broken my life, just broken my feeling, just broken my self identity.
Please listen to me. Listen what I like. Listen to the music what I like. 说的嘛，有嘛呀，没问题啊。这个啊，身边的啊，跑我啦，稍微情况啊，烫啊很啊，有啦，真很的啦。哎，阿这个，这个啊，你要三没马股有咩爱叫啊？哎，也拜礼拜呢，是啊，非常之多，我拄到两个细路的啊，有点麻烦，咁就电天公才来处理一下。行业都注意哦。啊，无差啦，做完就啊，这个要处理啦，哈，好，无事啊，哈，有事我再那联络，我没有我事。哎呦，就这里睡了，来，阿妈睡。人家去钓鱼啦，那冇困过你啊？台北啊？台北啦。哦哟，台北春势真好啊。很奇怪哦，你台北那会钓鱼那边，你还没做马个坏事，一定会做马个坏事哦，才会钓鱼那边。我跟你讲啦，公务员蛮好做的，那以前没公务员眼镜嘛，来领 Q。推下来，也没，推就推，那个前面没本来，你动作哪要做下个事情啊？按你的方法我觉得。那记得，那不记得，那是班你知道吗？那生你的兔子没有钱，那飞也没有钱，你懂哪弄吧？哇，你是讲很多嘞，我要嘛。那什么？唔可以摇啊？很直接啊？唔会，我都这个说啦吼。你讲，后事后局的，你唔会请人来去做啊？那边现在被请头路，你怎么讲？有案件单啊！唉，我按多嘛。对啊，我们上次不是有说过吗？OK， 所以就约下次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喂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在讲电话。下午2点半。在公司会议室。好，那先这样咯。加油。好，拜拜。
释的怎么样？你对我说的没兴趣。爸爸变得越来越不一样，爸爸都听不懂我说什么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。其实你们两个很像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不会把好听的话挂在嘴边，而且对于某些事情也都很固执。其实你爸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得罪不少人，现在才在幸福里当个小学长。妈，你真的不回台东了吧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常常回去看你。高灿伟，你睡着了吗？睡不着啊。搞什么？會有冇？唔會啊，唔會啊。有意思的。那張是個泡面啊。你有冇睇啊？阿媽講捱行啲嘅睇。錯啊！奇怪，你有冇看到行到咯？唔對哦。唔係咧，認送晒哈。我啊，還有阿燕的啊，哎，佢衝薄片的，唔知了安樣。哈？該叫用的冇？看你來當小記啊。你從細係叫下睇啊，叫就從嚟教中用。按你講起來，佢應該對運動重要。奇怪，有冇看到佢嘅？唔對哦。走去山路處，敢有按好穿的，唔要動辛苦。係啊，這條前條路冇簡單啦，遇到不可以，吃了飽就會死，然後有一道人咁樣表面冒險來做臉紅啊。好呀，唔知少啊，係想哦。聽講你其實應該就會表演少嘅。那點哦？其實人係講嘅啊。冇按按好，看起來較定印象。按姿勢。
早点睡吧，乖，我们明天还要赶路。对啊，先休息啊，那么浪漫。别用你无聊的智慧来定义我们的丰年祭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向前！向前！把球丢掉！刚刚是你打我，对不对？是你哦。啊，你不要跟那个哥哥计较啊，他新来的。爱上你。